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6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花莲的富凯大饭店，因为地动严重起已经开始咧拆，已经拆到5楼啊。也毋过过程中一直有地动尾，加上方面各位花莲咧落大雨，增加拆除的困难度。花莲县政府即马是强调讲，雨若是伤大，就会先停，会看事办事做调整。也若土木技术工会嘛伫现场监测，看大楼敢有愈起愈厉害。入暗了，虽然有落淡薄仔雨，但过花莲富凯饭店的拆除工作依然继续进行。花莲县政府讲，因为雨正细，未影响拆除工作。要不若雨伤大，管手的司机看不清楚，就可能暂停。目前的雨势不影响拆除的进度，我们还是会持续进行。但如果雨势过大，影响到拆除的视线的话，我们再视情况来做调整。全台湾上长的管手吕富豪，规工拢伫咧拆除，由4位司机轮流操作。大管机这支长手直接伸到管楼前，用尾力行慢慢甲伊夹断，无求紧，安全上重要。司机对地面前发挥千里眼，闪开密密的钢筋。因讲这么上惊就是地动尾过油。怕大地震而已。那万一大地震，你怎么反应得及？手赶快移开啊！要移它不会马上下来啦。所以你会先救手，不要让它被压到这样子。有伫咧传讲富凯饭店开始拆了，有粗4.7公分。专家讲现场拢有经轨机加自动感测仪器，当心无改变。其实都是很微小的，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另外，统帅大楼2、5继续吞吐增加管道。官府讲应该是过8日了才会拆，行政院也决定补助100栋红黄单建筑物六层补强，自相关450万增加到1500万。因若伫咧泰鲁阁经营酒店实习4年的高中3年级学生，被救出来了伤势严重，经过22天的抢救，医院伫25日楼不幸过身，成为四公山大地震第18位罹难者。记者综合报道。也伫花莲秀林乡阿年的新城山矿区，山架伫2019年大地震的时就崩过。4月初3大地震了后，即马是崩甲搁较厉害。民众就烦恼讲大雨若来会发生坠崩山冲向部落。阿年即马有回应讲，因会赶紧去处理。另外伫大霸尖山的大鹿林道东线，昨昏嘛因为落大雨，有一寡所在嘛崩去。即马已经先清出一条小路，若是民众要上山，就要踅钱。清水的山坪中留一撮土石崩塌的云。花莲秀林乡富社村的阿年新城山矿区，初三因为强烈地震出现大面积崩塌，二三过2届规模6以上的地震了后，佫有大水雨，各家后续有黄霜雨季，互住伫矿区下骹居民烦恼土石会影响部落。梅雨季节快到了，04、03的影响，地震的影响之下，如果要开始100多公吨或是200多公吨的石头掉下来的话，我想一定是跳跃式的，一定会掉到哪里去，我们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样看，10是比我们这边还要更接近，还更危险呐。石头一直放落来，引起安全的疑虑。2、5透早，部落居民伫安尼人员的陪伴，准备去部落顶悬的矿区确认采访。安尼人员带居民去矿区确认土石放落来离部落偌远，目前无立刻危险。听候地震告一段落了后，安尼承诺要分做短期甲长期进行开采整地计划。采矿的方式是阶段式的，采完然后是内凹的地形，这样去开采，就是让这个内凹还可以当一个缓冲空间，不管是下大雨或者是落石，这内凹的地形会更安全。大水雨毋若雨，强烈地震了后，花莲山区土石崩塌，通往大霸尖山的大鹿林道东线5.2公里的所在，3月早发生大面积崩塌，前一天又搁崩落来，致使车无法度通过。经过工作站人员赶工清理，再去已经清出会当行的细条路。所管处嘛提醒山友爱小心通行。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天气，方面再来雨水即马有落较厉啊，气象署已经解除大水雨特报。也毋过呢，咱台湾附近也是有水气，所以今仔日开始到拜6礼拜，也是搁淡搁湿较偏凉的天气。咱同齐来看云图。
今仔日除了受方面的影响以外，西南风嘛有较强，所以天气同款是真无稳定。全台拢是乌阴天嘛落雨。西部、东北部、东部高温是伫27度至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也若中南部原来是爱细日局部性的大雨。气象署是表示，雨势会渐渐转好，不过嘛要提醒乡亲，方面的附近对流较旺的时嘛是爱细日青光雨加单雷公。伫地势较低所在嘛爱细日，雨落伤猛会积水淹水。若乡亲有要出门嘛爱注意安全。方面接近高雄昨昏就是透风落雨，袂输是风台天，要造成路德、公山有3000多户失电，嘉定区各有路牌雨，有树啊雨风扇倒去，加在是无人受伤。气象署表示，受方面的影响，这几日天气拢真无稳定，各地头同款也是落雨。强风落大雨，高雄嘉定区的居民感受真深。第17线有路树路牌扣风吹倒，好在无人员伤亡。透早6点外，高雄雄单位讲落大雨，国道的能见度嘛变差，国以上北的路段一寡车拢是黄灯减速。公山区介绍路桥往西方向，有机车的车道因为积水，奥多麦煞熄火。是蛮突然的，就突然就是狂风暴就突然下过来的。那有影响到你们吗？有啊，就是裤子都湿掉了。有那种台风天的感觉。高雄市区嘛大塞车，甚至有市民伫大楼水沟边发现土石。这阵雨使得高雄路德、公山、乌来这个所在停电3266户，中道路拢复电。陆续造成路竹、湖内等地区出现停电的事故，总计停电3266户。事故主因包括雷击造成架空线路的断线、树竹碰触等。气象署表示，各地较会落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西半部出现阵雨甲雷雨的机会大，而且有局部性大雨的机会。较低所在爱注意积水的现象。不过，这个方面挖近嘛，予水库有积水大。水利署统计，最近3天全台湾的水库已经增加4114万吨水，其中以中部上济，过来是北部、南部累积是45万吨。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北内湖三军总病院4月24日发生一桩死亡的车祸，这是一个66岁女性，伊要去三总抽血，伫急诊室外口的车路去互沙石仔车搞着，经过抢救也是救无回来。沙石仔车的驾驶已经互医生发办，是因为病院即马当咧起新的大楼，不过即马这个工程会先暂停，先配合调查。不想跟家属说什么吗？对不起。媒体伫问沙石车司机一直讲实的，伊是内湖三总新起的东正大楼通报工田公司请的驾驶。警方调查，伊透早为工地运土沙要去台北港，经过三总急诊室头前，准备去民权东路6段停等对向的救护车。通过了后正晚，好亲像因为视线死角，意外告死来病院抽血，当穿过车路的查某人。双方等到救护车离开过后，两方一启动的时候，司机表示说他没有看到妇人在路边，造成碾压，伤重不治。10点07分已经宣告死亡。到案发现场，看到因为工地时间两边拢无行人会当通过的空间，每条线阁无画掉，有人来病院看病煞意外无命，民众拢感觉真意外。这边当然危险啊，应该还是要顺着这个走。这边在施工，你也没办法走啊。时间累啦，嘿，无就是照因规矩，妈妈现在行呢。我知影人家这边施工，我会注意啊。案发了后，三总已经要求工程暂停，保留现场证据，配合检警的调查，并慰问协助家属。绝不会护短啦，我们严格督促落实我们一个公安的管制。承包商跟营造商这部分，我们检讨他们的相关素质。警方对肇事司机测是不是有啉酒，所在是零。证实了后，转来依照过失致死罪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有渔民走去台南市政府头前抗议，要求爱开放1.5海里内会当讨海掠鱼。也毋过农业局是回应讲，因为这搭有蚵仔病，去年试办的期间就有人通报讲，渔船啊甲蚵仔病的锁啊拢挂断去，所以才会禁止。市府是讲，因会参双方来协调，希望会当创造双赢。
渔民到市政府门口大声喊口号，某人无奈跪伫咧涂骹顶前，在诉求行营一口饭。渔民讲，政府一档冻9个月袂使出外掠鱼，敢若开放7月到9月才通出去。风台时期出海对因真危险，渔民歹生存。因要求政府爱开放渔船会当进入1.5海里来作业。不过人指控掠鱼害河边沙啊长去，因出面驳回，无证据就禁止，真无合理。即马讲讲冻9个月，袂当入边内底生活啦。阮是要赚钱啊！讲是讲蚵仔，阮家因挂，阮去甲倒摕物件去甲挂下啦。阮家己就要生活，哪会？起码要甲100%去甲挂下啦。那我们这几个月都不要吃饭了。那看政府要给我们一个月10万块贴我们嘛，安家费啊，对不对？要贷款啊，要养孙子啊。我们都不要吃饭了。市府本正103年开始禁止风力人啊参渔船进入1.5里内海域作业，去年有7万开放3个月，也毋过煞发生86个河边互人挂断，致使河农损失严重。农业局指出，虽然即摆有限制渔民袂使伫饲蚵仔海域作业，毋过因嘛是会使去其他海域。乡民有无共声音，因望政府赶紧出面处理。做蚵仔吼，伊有当时要向蚵仔用挂的规平了伊吼，有当时损失120万啦。机会，甲政府应该来主导这代志啊，莫讲吼以后这掠鱼啊，甲这做蚵仔来对立，安尼唔好。示范期间其实有很多的课本还是被割了，那这个部分的话，确实会是有些状况。那如果说要在这个场域里面共存共荣的话，应该是说我们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啊。未来到底敢会开放？农业局回应，主要是爱有共识，因按照个参与事业者甲相关团体讨论，为求这个重新建议做调整。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报税季这5月份要到季，今年报综合所得税有5大新的规定，包括基本生活费条款6000块，也有公司分互你的食饭钱唔免列入去薪水，一个月上悬会当扣3000块。敢若是基本生活费条款，就有235万户受益。另外，民法即马成人的年岁已经降到18岁，这拢是今年报税含应费无共的所在。来关心咧读报，教育部修正发布身心障碍学生升学辅导办法，规范大专校院对114学年度开始，坚持爱提供名额予身心障碍学生，后续会透过补助鼓励学校增加招生的名额。继续关心中国时报，根据今年全球公布的普查，全世界乌面腊杯有6988只。去年这是比去年增加355只，已经突破创下新的纪录。不过来咱台湾过冬的乌面腊杯数量是有小可下降。教会即马推测讲，去年到今年救伤的案例有较悬，部分即马伫台南7股的鱼仔已经拢改做鱼电共生型的供电，所以这乌面腊杯休困地有减少，这有可能是造成乌面腊杯数量减少的原因。拢飞往落水溪口，也有屏东去过冬。来关心台中最近有2间讲是高级的烘肉店，红检机讲店头是用过期的肉品。台中的检调含是安厝昨昏有去调查，伫台中西区的牛地和牛烧肉去调查，发现有16项过期的牛肉，已经直接甲业者罚192万，已经要求停业。检方甲业者带转去问话了后，有5个人即马是交保候团。店门头前挂红色的挂灯，透明的橱窗内，阁会当看到顶级的肉品在电视。门口虽然挂准备中的牌仔，但看起来无在做生意。台中市西区的基地和牛烘肉，有民众甲安厝检举，讲使用过期的肉品，互消费者吃意外。吃这种的，搞不好你2分熟、3分熟，你都敢吃啊？对啊。结果吃到过期。对啊，这样子很恐怖啊！之前台中西屯区的和牛 Emperor 顶级烘肉店，互员工检举讲使用过期的食材，互卫生局重罚144万，要求随停业。即么个传出同款的食安问题，检调含台中市卫生局2时对2间业者发动敲催，基地和牛烘肉，互查到16项过期的牛肉，直接罚192万，要求随停业。那我们卫生单位呢，在现场确实是有发现了16项逾期的牛肉，罚款的金额总计192万。检方传讯2间业者，拢总被人告案，先后甲和牛 Emperor 日本籍被告3个人，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的罪嫌。
交保护团嘛限制出境出海，基地好古航巴驶上被告等2人，就是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伪造文书，换交保。任该和牛烧肉店之日籍被告版本、久保、3天等人涉嫌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等罪嫌重大。另名烧肉店之负责人宋姓被告及其肉品商业务蔡姓被告，则系涉犯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台中市政府表示讲，最近食安的查察检举者这都是发挥功能，2件好牛案拢有人检举，具体好牛航巴的检举者会当得到实收罚金的1半96万做奖励。市府嘛宣布讲，即马开始会启动日本好牛专案稽查，业者的数量搁在统计，要来严控一直在烧的食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亚那新北市卫生局最近嘛有接到民众检举，讲现营公司的和牛品牌如何一说，那亲像是把过期的日本牛肉摕出来，佮定包装了后摕出来卖。昨昏是去实际的冷冻仓库去稽查，嘛伫现场有封存1000公斤的牛肉，这拢是过期的牛肉片。稽查人员是伫现场发现有牛油含牛肉的产品，计共大约是1000公斤。若大地点管建议使用期限已经过期啊，是至今年的3月，所以甲这些产品伫现场全部拢封存，而且嘛要求业者爱提出证明，要来厘清讲因敢有甲过期的这些肉片定包装了后，佮摕出去卖。若是真正有影是安尼，上当会当罚2亿。再来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伫24时已经签署包括援助咱台湾军事援助的法案，嘛讲这法案会当互全世界更较安全。不过中国北京虽变面，因是认为讲这美国安尼施做，颠倒会互台海的局势变甲更较紧张。延前加久的援外法案总算伫参众2院过关了后，美国总统拜登24岁签署生效。I just signed into law the national security package that was passed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is weekend and by the Senate yesterday. It's going to make America safer. It's going to make the world safer. 这项总额有950亿美金的援外法案内面，有610亿是用伫援助乌克兰，260亿援助以色列，另外80亿是用伫军援台湾和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拜登强调，相关法案是展现美国超级强国的领导风范。不过，北京批评美国的做法等于是搬石头牵家己的脚。美台强化军事勾连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也挽救不了台独注定失败的命运。只会推高台海紧张局势和冲突对抗的风险。中国搁台湾是中心台湾问题，单纯就是中国的内政，唔准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立场。因认为美国涉及台湾的军援法案，会对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咱国的总统府和外交部伫美国完成立法定书了后，感谢拜登总统和美国国会下党派的议员，持续用具体行动展现对提升台美合作、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视。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因为美国国内是真无平静，美国的学生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抗议也被收煞，甚至即马佫风声讲学生互警察带走。美国的众议院长Johnson进前就去拜访哥伦比亚大学，是要求校长爱针对这混乱的场面落台负责。也毋过Johnson议长伊嘛有讲会当互国民兵入去学校，伊的这个言论佫一摆引起学生的不满。提本来经历进入大学校园将这带走咧示威的学生，叫骂声甲杀来杀去，现场一片混乱。为顶礼拜5，全美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示威规模继续扩大，为淡化哥伦比亚大学等真侪有名的学校，有抗议学生互警方掠去。西方南加州大学甲南部的德州大学支持也爆发警民冲突。Being the aggressor against its students, against its student body, who were protesting completely peacefully. 亚巴大声示威，以色列为反击哈马斯伫加沙用军事行动抵输人道危机。美国大学生要求学校撤出以色列企业，各大报旁占领校园，施压学校回应诉求。不过，美国众议院长强生进前会见各大犹太学生，不过伊言论所互学生的怒火更较猛。If this is not contained quickly, and if these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are not stopped,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time for the National Guard. 暗示武装国民兵可能进入校园，因讲是咧呛声社会学生。高台是美国对医保问题争论上激烈大学之一，亲巴甲亲喜团体对抗严重，强生就要求高台校长沙菲克落台，对混乱局面负责任，不过学生却无要参与。He really suck. Yeah, he shouldn't definitely come here. We don't want some people that really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and then come here to intervene. 在澳洲特别搞会的澳洲歌唱大赛，有1860团体按算在庭外抗议，因为这一届有以色列人参加比赛，而且活动举办多次大批少穆斯林。主办国瑞典要提悬为安全节，防止爆发冲突。公司新闻有眼朋友。也那美国的法院4月25日时是推翻好莱坞正出名的制片哈维·温斯坦第一控制控年性侵案的判决，而且法院是要求要重新审判。这个逆转是让真侪人看了拢错一条。纽约上诉法院的判决内面写道，在这件关键的迷途案件，检察官传唤甲哈维·温斯坦性侵指控无直接关联的证人。因为主审法官带着证件做出高度偏见的不当裁决，上表以4比3的表决结果下令定审这件案件。Today's legal ruling is a great day for America because it instills in us the faith that there is a justice system. And our institutions betray survivors of male sexual violence. We were on a road to seeing a different America. This moment makes it feel like we were wrong. 立场无同款的法官辛加斯，以严厉批评推翻这件案件，会让性暴力受害者甲刑事司法系统愈行愈远。They said he's a loathsome person.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the prosecution was allowed to let the jury know he was a loathsome person. 72岁哈维·温斯坦，即嘛是因为其他的性侵案件伫咧坐监。伊是好莱坞真有名的制片，伊的电影摕过300多项奥斯卡提名，也有81座金像奖。2017年发起的迷途运动，表示好莱坞电影工业地位上悬的权贵人士性暴力的恶案史，哈维·温斯坦性侵的案件就开始一直爆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最近是因为伊的看守戈麦斯的贪污案件当地互调查。桑切斯伫社群平台顶头是驳回所有指控，而且伊阁强调讲伊是去互保守派和极右派的政治抹黑。伊伫24时表示伊会暂停公职，啊那伊的太太嘛配合调查，而且阁讲伫29后礼拜伊会宣布敢要继续做总理。西班牙马德里地区高等法院24时发表声明，讲有法官有接到叫做清崎的手的组织投诉，已经正式对总理桑切斯的家后戈麦斯涉嫌以权无私甲贪腐行为展开调查。虽然法院无具体讲出戈麦斯详细违法的内容，不过根据西班牙网站的报道，戈麦斯无任何公职，却以总理夫人的权势，甲真侪间企业关系密切，协助得到政府赞助金甲合约。另外，戈麦斯佫涉嫌伫疫情期间两届西班牙全球旅游集团所属的欧罗巴航空执行长见面，到尾欧罗巴航空有顺利得到政府4.75亿的欧元纾困金。面对法院的调查，桑切斯24时表示会暂停履行公职，家后原来全力配合，伊相信西班牙的司法公正。Buenos días, señor presidente. La pregunta de hoy es sencilla. ¿Cree usted en la justicia? 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señora presidenta. Pues fíjese, voy a ser muy escueto. En un día como hoy, y después de las noticias que he conocido, a pesar de todo, sigo creyendo en la justicia. 桑切斯伫社群平台写3段篇文章，否认所有指控，强调这是保守派甲极右派政敌发起的无根据、抹黑也甲欺负，想要透过攻击伊的家后，致使伊的政治生涯崩盘。桑切斯会伫4月29正式宣布是毋是会继续担任总理的职务。公司新闻新乐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巴冲突造成加沙走廊出现人道危机，即马就连发送物资的所在嘛互破坏。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即马当地起一座临时的港嘴、临时码头，要来运送物资，上紧5货车会当运作。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是警告讲，
目前有真侪动物拢体会到 H5N1 的禽流感，甚至伫牛生产的青牛奶内底嘛有发现高浓度的病毒。因是呼吁全世界爱加强监测 H5N1 的禽流感病毒。专家嘛表示讲，检测的范围即马应该袂使干那只有牛鸟也是鸭、鹅、鸡只，连牛奶的制品嘛拢爱。来关心罗西亚和中国关系真好，双方有加强军事合作。罗西亚总统普廷连任成功了后，有公开表示，伊要伫后个月5月份去中国访问，也毋过并无加讲细节。也若顶一届普廷去中国访问的时间是2023年10月份。继续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马就伫中国访问。伊4月2日是伫上海和上海市委书记有见面，伊嘛伫中国和商界和学生对谈。布林肯就表示，美中有义务爱管控好两边的关系，找找合作。那学者是分析讲，咱总统赖清德5日空就要上任，这会影响两岸局势。美国就是透过布林肯去拜访中国，传达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嘛呼吁中国爱有站站。双方7月挨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3天，2月甲上海市委书记陈建仁见面。布林肯强调，美中义务管控双边关系。陈建仁回应，今年是美中建交75周年，是世上上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始终一直真顺利。中美三地合作或者是对抗关系人类的未来。I think the direction from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was to continue to build thos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sustain them, and again, to deal directly with our differences, as we also seek to build cooperation. 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月初通会，互紧张的美中关系转好。布林肯中国行告别解读，负责稳定美中关系。除了见上海商界甲学生日后要去北京，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佮风声可能甲习近平见面。布林肯强调，即摆协助毒品芬太尼缓和甲解决美中危机。中国加大绕台六头，新冠区域紧张局势外界分析。布林肯即摆去中国会传达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拜登签署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包含军援台湾，展现美国落实对台安全承诺。外交部感谢美国立法及行政部门再次以具体行动展现对提升台美安全合作及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美国原来甲中国寻求合作，暗过也继续协助台湾强化国防实力，学者分析关键伫台海军力当头轻。布林肯重点是在台海，就是要大陆要自我节制啊。美国期待透过跟台湾的这种军事安全上的合作关系，能够提升台湾的在总体的自我防卫能力。所以这个部分一直是美国的既定政策。赖清德5日空就任，牵动两岸局势。学者指出，美国透过布林肯呼吁中国自我站站，中国深陷内部经济问题，应该被采取高度交代手段。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汉光40号演习伫7月2日到2日要举行，也毋过海军陆战队662即马是投降，因方要求讲，这官兵6月中过后1个月内拢袂使出国，这是平英过演习进前2礼拜袂使出国的规定，搁较严格，加出2礼拜有引起反弹。海军陆战队即马有回应讲，这是要提醒官兵爱注意出国的日子，是无细致造成误会，因会加强沟通。官兵伫作战的威风的部署，无语敌军已经登陆成功这片第2线的防御。对方一挖过来，使用6火箭弹反击，配合战车做长短距离的攻击，消灭敌军。这是去年汉光39号实兵演习的画面。今年汉光40号实兵演习，按算7月后半个月开始，所有官兵控诉海军陆战队662忽然间顶礼拜公告因应演习，官兵对6月下旬开始1个月袂当出国。演习毕竟还是在7月底。然后就觉得他们旅游这个奇怪的规定，就是会涉及到说很多人都会有赔钱的问题，因为跟你旅社签约最高要赔5%，如果去的比较早，不到30天，可能要赔到10%。多数的民众讲，照往例，通常伫演习进前半个月，官兵的自律袂出国。今年忽然间甲禁止出国的时间又长到1个月，因为职业军人出国本地都要提早报备，佫会附相关资料，即么禁令落来无法度出国，恐惊怪赔旅行社违约金。最主要就是考量实兵演习的期间一些任务还有战备运用的一个需求就是没有做好沟通嘛。尽早告诉这些官兵弟兄好，
让大家有好好的排程。我认为这才是务本之道，而不要仓促的去说明，仓促的去禁止，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些反效果。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回应讲，陆陆里的信息主要是提醒官兵要注意出国的日期，但是因为考虑无够周全，造成误解，已经要求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咱镜头来桃园地站9点外熊熊淡水犁，但防空警报头尾差不多有15秒，真侪人听落是错一条。那警方是解释讲，是防空警报海去才会乌白弹。桃园的警方是表示，这是派出所的防空警报器小道。普通时啊呢，只有一年一届的万安演习的时，才有人会去试这个弹。啊，毋过昨昏乌白弹有可能是最近地动落雨，单位讲线路有各样小道去啊。值班的警察发现故障了后，已经随关起来，嘛已经随通知修理。继续关心经济统计，大学的毕业生平均的薪水伫台中是36113块，这是6都内底上低薪水。有学者就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台中市传统产业较济。劳工局是表示讲，因为协助产业升级也是转型，嘛会伫校园内底倒找人才。高等详细听课，学生望毕业了后会当找到一个好头路。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台中大专毕业生平均薪水伫6都上尾名，伫校园引起讨论。有人也看好台中的发展，愿意毕业了后在地就业，不过嘛有可能会去机会较侪北部发展。觉得算是它正在一个开发阶段吧，就像是有很多的重划区，对，然后我觉得它未来的潜力应该会蛮大的。北部发展一定会就是消费会比较高嘛，对我就觉得说看个人啊。所以你也不排斥就对？不排斥啊。劳动部薪水行情甲大专生就业导向资料显示，2022年台中市大专拄毕业的少年人平均薪水是36113块，是6都上差的。领上低级数的薪水人数占比达到34.3%，是6都上济。学者认为，数据表现出台中市传统产业较济的特性，建议政府民间共同推动智能化产业转型，官港薪水自然就会提高。随着这个智能化的加值，这个越来越多中部的企业，因为它走向智能化，这些传产的企业就会价值创造力高，那他们的这个员工福利自然会好。市府跨局处合作，协助产业结构升级或转型，例如劳工局与经发局合作，协助大型企业高薪职缺办理专案征才，并前进校园办理职场导航与校园征才，为青年媒合高薪职缺。劳工局表示，台中市最近3年提高工资成长率是10.65%，是6都第2悬。针对产业结构问题，市政府同跨局处合作，协助产业结构升级也是转型，并且办理校园高薪定在活动，改善就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最近这几年特色公园愈来愈多，未来4年各有要完成150个，也毋过公园户外这游戏场照规定是3年爱去检修1摆。即摆有市议员就指记讲，高雄有21座公园已经超过3年拢无检验，而且咧，伫去年时，阁有7件囡仔伫公园耍耍了后无细致受伤的案例，因是要求高雄市府爱重视。囡仔一个排队，准备要出流浪，算甲真欢喜。大寮新起的是公园游具设备真新，但是来看到小港的6人儿童公园，就较咕咕嗷嗷。有议员就发现，这座公园已经超过5档无复检安全。家长表示讲，常常看到公园游具歹去，游具本地就爱固定检修，囡仔安全是介重要。因为整个有些落叶啦，还是坏掉的那个东西都没有去修理，这样很危险。还有到市区去也有看到这个，不是我们小凯丽市区也有。目前高雄市拢总454座游戏场的公园，议员表示讲，根据通报，这3年来儿童游戏场发生意外人数逐年增加，前年是发生10件，去年有17件，其中7件是甲游具有关系，2件因为游具技术过长国赔案件。
机关检视公务局数据，才发现高雄市有21座儿童游戏场超过3年拢无检验。高雄市政府上早去检修的这个时间点是伫1807年的时阵，这个时间拢已经超过3档的时间啊，不过后边拢无去做重新的复检。高雄市有21处公园未进行检验部分，这个皆属于公园处113年度计划内预计办理检验。针对议员这期21座公园无复检，公园处表示讲今年完成复检，而且今年建立资料库，统计事故原因，来了解游具的设计甲囡仔使用习惯。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文化部队去年开始，为着要鼓励台语主流化，就鼓励一寡表演团队，希望会当用台语来创作，用台语来表演。今年计共有118个团体去申请，尾也有79个团体通过。听到。台顶当咧播的是台语版《武上拍虎》，是去年得到文化部补助的台语表演。文化部为着推广台语主流化，有推出补助计划，鼓励表演艺术用母语来演出。今年总共118个团体报名，上尾有79个表演艺术团体通过补助，补助的总金额有5204万。长期驻心伫台语戏出的文剧团，摕到500万补助，因想要做的是利用戏剧向下言推广台语，望用青少年有兴趣的题材，互囡仔陪感觉台语毋是一件遐严肃的代志。咱较早咧做爱情的故事，尤其是咧台语的部分，拢较比较阮想要甲这会使做较轻巧搁做较戏剧，透过这个故事，透过这个剧情，透过咱演员的扮演，伊嘛是会感觉讲这无遮尔困难。担任评审的林慕贤老师表示，今年有真侪囡仔剧团来申请，其中有一寡原本用华语在演出，即马甲同一个戏出改做台语版，这就是补助计划想要鼓励的代志。我印象较深的有真侪即个囡仔剧团比如讲像迄个抓风吹啦伊本来是拢是用华语来演出，即马甲改做台语版，安尼对推展台语较有帮助。评审林慕贤表示，虽望伫补助计划鼓励之下，台语表演有愈来愈多元的现象，不过目前也是以戏剧较侪，望以后亲像搭水果、音乐会、电影等等，大家拢通用台语来表演。伊也认为多元的类型才有法度，互台语的推展更较全面性。未来若通行去到国际舞台，对咱台湾文化的推展是真有帮助。记者刘新武、林旭凯台北报道。今年文化大学戏剧学科，因在大学生的毕业公演，因就要用台语、南华语的方式来演舞台剧。因伫戏术内底会讨论到同性婚姻、长照议题，也各有生死的问题，要用台湾话来讲少年家关心的社会议题。咱即摆转来的原因嘛是因为台湾会当结婚啊，阮想要转来结婚。无，你讲啥啦？结婚？你想清楚无？厝内小弟跳楼以后，小连续带出阿姊的同志议题和家庭的紧张关系等等。这出戏票是文化大学戏剧学系的毕业公演，今年以台语、南华语的方式演出，编剧毋望用上自然的对话来呈现生离死别。我的阿公伫我呾上大学的时阵过身啊，我开始写剧本是想要记录我的家庭的故事。然后我有甲足侪同学朋友开讲，嘛听到足侪甲同志有关系的故事。希望大家若是有思念的人，毋管是朋友还是亲人，拢会当想到就赶紧讲，莫等袂赴才来后悔安尼。大学4年的编剧讲家己的台语也无啥练长，在写剧本的时才开始慢慢回想厝内人讲台语的困口和感情，才体会到台语真正无简单。另外，因的戏剧指导陈世杰是业主的编剧，伊嘛真支持台湾的囡仔用家己的语言和原创的剧本来讲少年世代关心的议题。想要讲，莫过演遐什么莎士比亚，莫过演遐经典剧本，我就想讲演你家己的故事。
这少年呢，因来用台语来演因家己的厝的代志，来讨论因关心的议题。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讲因出你的心声。但世界嘛分享讲，家己是同志的身份，老爸伫旧年过身，迄来侪侪心声如何对应着伊的人生故事。今年在指导的时，目屎全的感动甲连落来，伊嘛望招大家做伙来看戏。这出舞台剧票自4月26至28，会伫台北客家音乐戏剧中心演出，希望大家看了拢会当甲心肝顶的爱讲出来。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清华大学真正的校长刘景龙，伊伫2020年过身。伊在生时替咱台湾培育出侪科学人才，对学术研究有正大的贡献。为着要纪念伊，学校接受联电的赞助，甲本地的珠电馆即马重新整修了后，用刘景龙校长来号名。前清华大学校长刘景龙，过去无论是对科技产业，也是学术研究，都付出真侪。原本踮美国教册，后来决心返来台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为台湾教育做出贡献。伊在2020年过身，也是清华大学的前校长贺တင်宏，想起这位前辈，充满尊敬。刘校长的亲切睿智、幽默，很快就赢得了校内外的大家的支持和肯定。刘校长是清华君子的典范。因有联电赞助，学校甲原本珠电馆重新整修，而且重新合作刘景龙馆，也邀请刘景龙夫人到现场见证。我想他在这里的时候，又会对大家讲：我谢谢你们记得我。这个馆呢，不但是美丽好，建筑做得好，而且是纪念他最有意义的事。对他是非常非常尊敬他，所以我想都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他是清华大学校长，是很杰出的教育家。我希望说，让这个后辈的像这个学子都可以知道，清华一个非常杰出、非常优秀的校长。建筑物的1楼更有展出刘景龙所写的册，以及过去得到国内外各项大奖的记录，希望让后辈熟悉这位台湾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有教室，有研究所。研究室，那当然还有一个纪念的一个小馆空间呢，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都是给我们老师跟学生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机会。清华大学校长高维元讲，学生会当在这么好的研究环境中学习，除了感谢以外，也期待学生囡仔会当将刘景龙的精神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嘛是台湾之光，这是台湾变装红袖呢，飞啊参加美国实境的变装红袖比赛节目，摕到这个节目第16季的冠军。伊嘛是咱台湾头一人，伊嘛是亚洲的头一人。咱总统蔡英文有甲伊讲恭喜，即马文化部嘛讲，伊会和台湾团队做伙去巴黎参加文化奥运的台湾馆。America's next drag superstar is Nymphia Wynn。美国红名变装是景秀，第16季总决赛由台湾的变装红袖尼菲亚得到冠军。To those who don't feel like they don't belong, just remember to live fearlessly and have courage to live your truth. And Taiwan, this is for you! 展开双手，衫内底红色嘅龟仔马上互人想到台湾的名产粉圆奶茶，互人食眼目。It's Nymphia Wynn! 将金蕉用去服装设计，尼菲亚每一摆出场，整地伪装衫配合优秀演出，金真侪眼光，成功打破是景秀的亚洲魔咒，成做第一位得到冠军的台湾人。我很幸运，就是目前生命中没有一个声音是说你做这个不行，对，所以我觉得谢谢妈妈，就是可以这样一直真的就是很完全支持。第3年半之前接受公司3人来暗顿的这部访问，讲到应展现自我做家己爱做的代志，拢是妈妈秘密的支持。在美国得到冠军了，佮要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的文化互文盛会。巴黎的文化奥运，我们有一个台湾馆嘛，也会邀请尼菲亚来到现场去演出吗？那在这个园区里，目前他只邀请了10几个国家，那台湾也有参与，我们邀请了22个团体，超过120个人进行现场的演出。那其中呢，有一位就是尼菲亚。
台湾受邀请第8个文化奥运说台湾馆，会有22个表演团体170多人参加。年会也继续展现，不只是台湾之光，也加速是伊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建功舞是结合体力和艺术，即嘛已经获国际下协会认定讲是一项比赛运动项目。法国就有一寡舞者，因即嘛在诉求讲，希望因嘛当甲霹雳舞同款行向奥运。伫建功顶悬当时村骹优美落地，卖看这个建功舞者动作真流利，其实每一步拢是高难度。Très très physique. Et c'est un sport qui demande, enfin, plus on a de musculature et de souplesse, plus c'est facile, c'est vrai. 一般人听到建功舞，拢会想到色情，因为伊是为歌舞厅、脱离舞俱乐部开始流行的。不过最近接触建功舞的人变多，也愈来愈侪人知影讲，这项运动需要真好的技巧、体能也够美感。如讲17年伫介意建功舞的人一直争取，国际单项运动总会联合会承认建功舞是一项竞技运动。即马建功舞正搁进一步，想要把这个运动杀向奥运舞台。Le breakdance, par exemple, il y a eu toutes les danses de rue qui ont pris une place particulière. Et petit à petit est arrivée la pole dance, mais non pas dans la dynamique cabaret avec laquelle on a l'habitude de la voir, par exemple dans les films, mais vraiment avec la dynamique sportive. Et vraiment, la pole dance, aujourd'hui, c'est considéré comme un sport à part entière, dans le sens où c'est de la gymnastique sur la barre. Et donc... 注定建功舞列入奥运项目，人认为这有助建功舞的发展，也当予大众对建功舞袂阁干存色情的想法。不过部分舞者认为，建功舞本来就是为脱离舞来的，故意要脱离色情的印象，会失去建功舞的精神。Je trouve ça dommage de vouloir dissocier l'origine de la discipline et le sport en lui-même, parce que si le sport aujourd'hui comme il est enseigné dans les studios de pole dance, il existe, c'est suite à l'initiative des danseuses des cabarets. 根据奥运规章，要成为运动比赛项目，至少要伫50个国家成立运动协会。法国舞蹈联合会指出，建功舞运动需要接触更加侪少年民众，保证到10年后，伊会更加普及、更加专门，伫奥运舞台有一定的分量。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这个热天，巴黎奥运上届就是要起鼓啊！即马法国各地已经真侪所在落在滚滚，真出名的景点罗浮宫，伫即礼拜就举办活动，互游客会当伫博物馆内底哪运动哪欣赏这艺术品，加文化和体育合作伙。对有家的老师慢慢新陈身体，边仔拢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雕塑。伫法国巴黎有名的罗浮宫做有家，敢唔可能？真正会使。为着迎接巴黎奥运，罗浮宫23开始举办第1届伫罗浮宫走的活动，邀请游客伫早起8点到9点开馆进前，做伙来罗浮宫运动。Ce qui était intéressant pour nous d'imaginer, c'était non seulement quelles sont les valeurs que nous, entre la danse et le sport, on a en commun. Donc il y a le partage, il y a le dépassement de soi, il y a toutes ces énergies que les publics vont découvrir. 参加者会伫4个标志性的展厅参加4场课程，逐场10分。游客除了伫采17世纪路易14圣堡雕塑的玛丽中庭做有家，佮会当伫以伊拉克亚述帝国文化为主题的科萨巴德庭学野蛮者的舞。接落来伫法兰西国王过去的舞厅女唱跳厅跳 disco， 上尾伫中世纪圣堡的壁角下骹用有氧运动替1点钟的活动做结束。La beauté, l'expérience unique, le côté magique et un souvenir que je vais garder avec moi pour toujours. 伫4月23到5月31，罗浮宫暗算要办16场伫罗浮宫走的活动，逐场会当互30个人参加。同一个时间伫馆内嘛展出奥林匹克主义，详细讲19世纪尾奥运出现的过程和相关的政治历史背景，希望甲体育和文化结合，互大家对要开始的全球运动盛事有更较侪了解。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受风面的影响，咱台湾附近也是有水汽。伫礼拜之前，拢是搁淡搁湿较凉的天气。接落来，同齐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18度至25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